早晨大大，早晨先生，你好。我要介紹自己，我名叫沙利em，我今年43歲，我孫女九，我結咗婚，我有3個小朋友。我以前做嘢喺香港7年，照顧老人家，5年照顧婆婆，同埋2年照顧公公。婆婆日日都有讀手指、換片、尿片、打針、吹簫、買餸、乾淨，全部幫我食。公公都有一樣，有讀手指、打針、換片、買餸、吹簫、乾淨。大公公喺醫院咁樣，全幫我食，我唔驚到。我識廣東話，同埋講英文。以前做嘢喺新加坡4年，照顧2個小朋友，一個6歲，同埋一個8歲。日日都有乾淨，吹簫、買餸、帶返學咁樣。唔該晒大大，唔該晒先生，拜拜。